闽南话歇后语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热客家话？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歇后语例两甲走无分，甲无，这是一句热客家话。两脚找五分，十负一角五，简称角五，谐音觉悟，这是闽南语歇后语的例子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